伊主要讲圣诞春秋戏班大会哦，因为遮尼济剧团真罕得当同齐做伙来庙口表演，所以大家嘛会趁这个机会哦，来学一寡介意的戏衫、头插、烛花等等办种需要的物件。有的是先伫网络顶头就订好，又来遮交会哦。伫现场嘛有细型的纸仔，互大家来选介意的物件。所以除了来遮演戏，自然嘛有一寡生意通做，加做一款另类的戏班经济。好强，好强！规家伙仔无用咧布置戏台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有人斗凉跳，有人斗电火，就连囡仔就来斗三工。这是歌仔戏团为着过灯工，伊伫夜公生日所准备的社成舞台。戏团讲万事拢准备好啊，就差一寡服装、刀枪、化妆品，不要紧，明仔载就有通买。像明仔若是要买物件的话，就是阮个人有欠的化妆品、头饰、护饰，一寡舞台上的设备。这只啦。系啦，系啦，啊！你看要什么色的啦？你就叫我做2色来，互你看无？过灯工卖十西的车来到现场，就戏团头家随来提货。卖十西的头家讲，因当初是伫咧高雄开店面，咧卖这物件，后来为着要服务一寡来自四方的剧团，开始开车出来卖，到单已经卖12档啊。啊，因为以前阮这种物件拢是开店咧卖，啊，有的阿嬷因若唔知买对买无，阮就再出来卖因就对啊。有当时是化妆品，啊，有当时是我家定的戏服。像这个我就是家定老虎装，然后一些野兽道具。头家讲，伊本身嘛咧播歌戏，戏团需要什么物件，伊拢真了解。戏服嘛是亲身去添，每一领的戏衫拢需要6个月时间去制作。现代时代的进步啊，因也开始以直播的方式来卖十西啊。拄到大型的活动，亲像伊伫遐讲生日，这个戏班就约伫咧戏班遮来交会，也加做特别的一款戏班经济。记者第二选柯敏哲家己报道。